昨个西个大桥讲馆长甲镇长咧抢桥哦，无啦，搞算抢桥。没闹算算叫啊，就馆长就根本来接啊，店长伊嘛要接，就礼拜拜拜。还有几个人歹行，庄家镇委员人伊就坐外口。无啦，哪有咧什么抢桥？爱到讲送爱徛头前，送徛后壁，即个礼俗。馆长都食老钱啊，但是迄个啊，对镇长伊人较细汉，伊就要先做头前，还无要紧啦。慢慢啦，慢慢啦，OK啦，免讲你干那咧建设新闻的尔，去骗好去哦。大家拢为着妈祖来，要占妈祖的光哦，是讲安尼，好代志啦，无代志哦。啊，对哦，所以大家欢喜啊，大家嘛要抢桥啊，是内底4个人歹行啦。哈。啊，老母人写信到去头前。哈。哦，我行口后要算。哈哈哈。食掠边的人拢剃腿。哈。按拧骹母。哈。哎，拢妈祖啦，大家拢热诚要请妈祖，无啥物代志啦。